斯拉的執行長馬斯克提出 Terafab 大型晶圓廠的計劃 ，Intel 嘛宣布要加入。即陣特斯拉是已經宣布講要請人，敢會去影響到台積電呢？不過，是有學者指出講，這要超過製造晶圓廠是需要真長的時間，不是短短就有法度超過。特斯拉執行長馬斯克之前講要去 Terafab 大型晶圓廠的計劃，美國晶片製造商英特爾也宣布加入。特斯拉要找人的條件主要鎖定 Terafab 計劃，親像高級製程工程師、化學機械推進、電腦高級製程工程師、資深製程工程師、高級製程整合工程師，主要要找9大工程的職位，鎖定先進晶片製程5年以上經驗人才，其中國內職位要求有7奈米以下先進製程的經驗。專家認為講，馬斯克想要推行 Terafab 計劃，需要是須有戰力。技術條件的標準偏懸，只是 Terafab 要成功來達成到馬斯克希望的晶片自給自足，困難度不離懸。就連台積電董事長兼總裁韋特加在法人說明會頂面指出，晶圓代工是無法度行近路的。他在這個製造方面是完全缺乏量產的一個經驗，跟這個所謂專業封測體系的一個情況之下，短期內其實比較難以去跨越從研發那麼到這個穩定產出的一個技術高牆。這個系統裡面其實不是說有設備啊，然後你知道，這些參數怎麼調整去啊？其實它牽涉到人力的問題，牽涉到供應商怎麼配合的問題，牽涉到說我的機台有沒有辦法自己去改正修正。另外有專家分析，馬斯克想要學到台積電規個團隊，恐驚也無簡單，而且就算有錢，台積電的企業文化也買袂到。就算學到規個團隊，順利到國外就業，那愛面臨增關的成本、適應期這問題，敢若是安怎提升良率，就是上大的問題。記者綜合報道。